上水東京翼喺新康街37號有間專賣日本嘢咧，有啲可樂嘅收藏品喎。咪1998年先嘅，唔好意思，98年法國收藏品，法國去到2002年啦。跟住到呢個2006年，德國到2010年，南非到呢個2014年，德國到呢個2018年，俄羅斯6款有齊。Hello，徐同睇。收藏版，可樂收藏版。得閒嚟睇下。